來鄉親啊，咱就來看台南市這個古蹟大東門。清朝的時陣來建造，是14座的城門之一，嘛是保存上完整的古蹟之一，更加是台南市的門面，陪伴真濟台南囡仔做伙大漢。所以一聽到這個壁放棄的消息，有真濟鄉親攏走到現場來關心。 50年前的東門城，城門頂的浮雕刻到活靈靈，轎車、奧多擺來來去去，台南市清代的台灣府城，東門城嘛陪伴一代啊一代的台南人大漢。下手頭的彩帶，迎春禮祭典正式拍開序幕。大東門閣叫做迎春門，是清朝台灣府城設14座城門之一。2020年新厝國定古蹟，嘛是即馬上富規模的古城樓。清朝時期每年立春的時陣，會佇咧遮舉辦迎春禮，祈求未來日子風調雨順，龍足不豐收。因為東方屬木，就是象徵春天和萬物開始。在1955年有倒塌過，所以有重新整理過，都是現代的鋼筋混凝土。那我覺得還沒有關係啦，因為中間還有保留住。歷史真貴，大東門捌經過真濟擺整修，不過受到低壓帶甲西南風的影響，南台灣最近攏佇咧拼大雨，當佇咧修理的大東門工程嘛叫風雨掃土，真濟民眾特別來遮看，自細漢看甲大漢歡喜。是較早是內底無土，攏迄個社有誒，大家家己，讓它倒咧，倒咧話風水過來啦，風水過來。大東門因為佇咧營權，所以變做台南市高出車禍所在。根據統計，東門城營權上濟一年捌發生過92件車禍。台南作為台灣歷史上久長城市，古蹟歷史建築密度懸。不過這邊想成功後，後續的清理變動甲如何維護古蹟，挑戰才剛要開始。